喺印刷廠做嘢啱啱退休嘅61歲男士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，幫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佢右耳膜有輕微退化，耳道有多個打針嘅針孔。原來男士聽力下降，睇過醫生，醫生幫佢打咗6針類固醇，但無效。聽力檢查結果喺左耳輕度弱聽，右耳中度弱聽。俾男士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及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，助聽器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清晰。兩部助聽器比較，耳掛耳式嘅 RIC 助聽器效果好啲，但由於 CIC Plus 左右耳可以互換嚟用，男士最後決定選購我哋公司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退休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